五地厝遮吼，佫有一个迄个贯穿吼，叫做高雄的司法新村吼。这个所在到底是啥物所在？讲到这吼，就有当咱在地人啦吼，会感觉台湾人嘛，都对迄款眷村啦吼，还是讲迄个新村吼，迄款因都有一个范围嘛。佫有头前佫有迄个，我印象那阵有收围啊，都反正有一个门在咧，就管制啊。伫阮讲起来就是讲，遐拢是较高尚的人吼。司法新村就是拢伫迄个法院咧食头路的人嘛。可能毋是在地人啊，因为讲外地人来，就互因配当即个宿舍，互因住安尼啦。含嘛会使讲，伊迄个范围内底含在地人是无啥物，我会感觉是无啥物交流啦吼。目前讲诶，虽然讲有开放会当互咱人出入吼，那种车嘛有管制吼，迄个范围是安尼吼。伫中正路边。伫即个丹中河诶望诶后壁面，这所在嘛真特殊啦吼，感觉啦。希望未来啦吼，未来我相信会改建啦吼。即个物件伫即个高雄市诶大门不设公路边吼，会较好诶运用安尼。